关心伫婚姻的消息，婚姻国际这个红仔戏节的开幕，除了举办真盛大音乐会甲表演活动，婚姻馆长张丽仙更加邀请台中市的副市长杨庆英、嘉义市长黄敏惠等人呢，有7县市的女首长到现场担任做苏彦文、素焕真、乱世公道等等布袋戏的人物，坐车游行，场面是趣味搁闹热。布袋戏有名角色苏彦文、素焕真作为坐车游过，详细看，扮演者竟然是婚姻馆长张丽仙，甲台中市副市长杨庆英。后来，亲友别恋，素焕真。另外，嘉义市长黄敏惠甲婚姻馆副馆长谢淑雅拢 cosplay 布袋戏的人物。马上要求副县长做，你看，帅。七位无共关切女首长精心打扮，就是要来参加婚礼的国际红仔戏节。让我们布袋戏真正深入到社区里面，深入到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可以非常接近我们所有的布袋戏的文化。为了满足布袋戏迷，现场嘛有请国宝大师黄俊雄亲身带领团队来演出。主办单位讲，这红仔戏节连续4天到礼拜日，每天拢无同的好戏。而且嘛配合音乐会活动，展现台湾红仔戏特色甲精髓。